外邊啲人啦，咁有啲壓力感嘅。咁當然你有佢好有障礙㗎，以前啲舊式運動場有個鐵欄喺度啊。又係一樣啦，每個運動員都。咁啊，起跑嘅陳一樂咧，一如以往啦，好快走出嚟先。但係隔離嘅方俊晴呢，就幾步就過咗去。第3呢，就應該馬來西亞選手咧，揸馬嚟。係啊，咁啊冇問題啊，陳一樂都係大 Q 都有啦，因為頭3啊嘛下一組嘅係複賽第1名10秒31中國嘅選手咁啊，陳一樂第2名咁啊。等一等大中出嘅時間個風速咧就係-0.1，今日嘅場賽事都冇乜風影響嘅，咁啊好公平啦。10秒52，陳一樂同啱啱郭俊廷都係10秒5幾啊。係咁啊，查馬利10秒56，哇好快真係啊！第3 10秒6，咁啊接近 PB 嘅咯，10秒54個查馬利。